點樣揾快錢一向都係唔少香港人苦惱嘅難題之一，而喺而家網絡咁發達嘅年代，開網上商店自然就成為唔少人嘅目標啦。但係開網店其實都同一般嘅實體店一樣，會遇到唔少嘅糾紛，例如同 partner 意見不合等等嘅問題，就可能會係你第一個遇到嘅小難關啦。好似呢位店長咁，一開始佢同 partner 意見不合嘅地方又喺邊度呢？大家入嘅貨會想唔同咯，但係最後會傾到，即係可能覺得其實可能我想做嘅嘢係我自己中意嘅，但係冇咁揾錢嘅，咁佢哋就會覺得啱啱開始嘅話唔好做自己中意嘅嘢住咯。阿琪1年前就同朋友一齊開咗呢一間網上代購波鞋嘅 IG shop，即係主要喺網上平台 Instagram 經營嘅鋪頭。而正當生意額節節上升嘅時候，有個客人就喺討論區上面指責佢哋呃錢又賣假嘢，事件引起網民熱烈嘅討論。Instagram 方面更將佢哋嘅帳號封鎖，而冇幾耐之後，事件雖然平息，但係就令阿琪嘅感受好深刻，亦知道網上輿論嘅壓力都可以好大。一個 post 可以令到我哋所有嘢突然間一晚之間好似冇晒所有嘢咯。但係因為佢開頭喺 WhatsApp 裏面就唔麻煩嘅，正正常常嘅，係後尾開咗個 post 多人撐佢啦，佢先至開始越講越過分咯。阿琪遇到嘅問題自然唔係個別事件，網上平台雖然俾到唔少彈性買家同賣家，但同時亦都衍生唔少嘅問題。而喺客戶糾紛上面，同樣喺網上商店打滾多年，亦係知名網絡紅人嘅大佬 B 就提供咗一啲嘅意見俾一眾嘅賣家。咁我諗首先會係同理佢嘅，即係會覺得我哋都明白啊，有咁樣嘅情況，咁我哋都會首先同你道歉先，我哋好諒解呢個情況嘅，咁然之後令到客人心裏面舒服啲啦，咁之後咧再去提供一個意見或者方法嘅，咁我諗一般嚟講，如果係唔太影響自己個運作成本啊，或者係嗰個生意嘅時候咧，其實都盡可能提供換貨，又或者係一啲送翻一啲 coupon 啊，又或者係試用裝咁俾客人，咁令到佢可以解決到自己問題之餘，都覺得我哋係對佢係有同理心嘅，而且亦都係有相應嘅嘢去提供翻俾佢嘅，咁樣會一般比較好啲咯。大佬 B 又指經營網店嘅新人成日都會撞板，而呢一啲就可能係而家服務業辛苦嘅地方啦。可能係好自我啦，即係覺得我哋都冇問題，咁點解你會話我即係我哋澄清係冇嘢嘅咁樣，即係經常會撞咗呢啲好自我嘅板啊。咁其實服務業其實都無可奈何地係需要即係多啲耐性啦，或者係即係聆聽客戶嘅需要啦，同埋去同理佢哋嘅感覺咯。